帝君，为取红烛我愿听啊！祖母，红烛怎么样了？祖母，辽邦挑衅，犯兵器，小天祖策反大军，围困红烛城。那元帅是应该调集10架重兵啊！祖母，李元帅调集10架重兵，李神真乃自这强者元日难配敌军。为知洪水村内急，李元帅命中报，匹马单枪特从人，宝山建立，必要渡酒一见人，不提起兵不成长，高级标。快！可是那兵部尚书王庆，那王庆。那王庆荒漠流长，困损身，而动他是共面的局。宋王爷怎讲？宋王爷不惧担心赋予挂帅身，看来宋王他又想割地求和了。那王庆真是立志你何呢？总爸，你快去请白阎王口天官杀公，催促宋王立即发兵。是。总爸，这一口帅印啊，千万不能落到王庆的手中。孙儿遵命。不对呀，想着满朝吩咐之中，这口帅印不落王庆之手，定算又落到我杨家的起帅印。
娘家是得扛了病，怕虎堂从来是高远经营，为佛烟云十落走。多少场我做，我妻子把虎拼杀场，是伤情。将士的鲜血流成红，恰我来你何早树下天庭。恨宋王怒杀太夫人，倾心忘情这卖公策，今日里边关为己边元帅，夫妻能从他复仇，记者可元帅意。启禀太君夫人，本阎王口天官到。他们二位估算来了。向日到我天伯府点水来了。杨慧呀，宋王他们有立准的决心，我天伯府真有他随意点帅。是不能让他们随意点水呀。杨慧，你就是我在交上练兵，不得眼空，请严军天官多多担待。是。本阎王口天官请。若见口天大元那兵，已经神色真帅印。杨慧，老太君呢？启禀严军天官，太君夫人在交上练兵，不得眼空。万请严军天官多多担待呀！天官啊，太君夫人不知你我先来点帅的，杨慧说请太君。也就，既然太君夫人在交上点兵，我们何不先去看看操练严城？哎呀，天官啊，你要看杨府练兵，却得下为这看，是今军情禁忌呀！严君啊，看了练兵，才能选帅才好。杨慧，带路。而边阵，
永奔。大唐的将领不顾家，哪一个红袍女将更威风凛凛？好一员女将，好一员女将哦！赵天官，你可知他是哪一个？你们两家原是内亲，怎么反倒问起老臣来了啊？是哪一个啊？他就是打破天门的穆桂英。穆桂英，穆桂英当年勇破天门城，我灭到了解洪州的挂帅呀神。杨辉，说清太君夫人是。小天祖乃是穆桂英的手下败将，这一下洪州之围可解了。启禀燕军天官，太君夫人生，不解，不解。哎，这是什么意思啊？燕军啊，太君夫人她是冤愤不平啊。这也难怪。天官啊，事到如今，你我只有昂着脸皮闯了进去。燕军，你闯进去了，能舍得准他吗？这，哎呀，杨辉，去请升天的谁来？就是燕军，哦不，就是太君夫人早婚啊！是。对呀，叫穆桂英先来接应，那太君夫人就没有话可说了。燕军啊，今天这个帅可不好定哦，倒要请教。
兵，家里下只听娘会才进。啊，婉儿，儿不知去往大寺别院，开进去往。罢了罢了，婉儿，去往快来拜姑叩公公。开老公公，你孩儿见礼了。也是大礼，这是老人，这是老人。开公公，哦，婉儿，欢送。孩儿才去往公公亲亲谢送。后爷这个人真是有应付有讲理哟。多赞开老公公的夸奖。婉儿，你可知就往今日同寇公公的来意吗？你还不知往去往明告。婉儿啊，恩了邦有心兵，战兵进。李元帅的转南生为土城，忠报为朝美酒酒，因此上特地到天府杨府调遣两将去退调兵。不知此番辽邦与民何甚为帅？神传是那辽邦安皇小天宗。神算是那小天宗。哼，小天宗这个番将真是小有福的，像林元帅这样好的武艺，也被他围困在洪州城下。看来我大宋朝是富有能人，是他的爹受了哦。小天宗，我把你杀不死的反臣。百姓情有半句，他当狂怒洪州城。这是归隐在把柄，凭着你小天宗，绝不用情。叶君啊，后爷一个人是言是语，他在讲什么啊？像是婉儿才想当年勇破天门城之事吧？天门人也掌握专我道听途说，就是没有听后爷亲口讲过。今天不妨请我们讲讲了。哎呀，天官啊，天官啊，我们要谈正事，你怎么谈起言事来？叶君啊，正事要谈言事，才办得了正事。啊，婉儿，寇公公要听，你就讲讲啦。要孩讲啊，那就请去往公公试菜。是的，什么菜？像你孩乃是武将，恐将他高兴之次，免不了要随武走逃，亦恐冒犯了去往一开公公。婉儿不必拘束，就往使你满身无彩。请讲。这里孩曾把瓦兵去往公公厅，定期平了事，分在单转计。婉儿，属下讲，属下讲。
凶险是啊，郡王公公请听，提起此城小山神，奥妙难测对神机，眼睛四方啊。安太平，万物实在承恩忠心，红布明目共推城，两军带来厮杀劲，杀得那中亚兵，鬼哭狼嚎纷纷逃命。我炮亮他铁门一把单把成，好，怕马车到中军帐啊！后夜直到小天主的中军保障，万不曾到达中军保障，只见双车一路兵来，挡住了二的马头。是哪一个？对他的小死去，杀气阴沉。这就是万王小天主。真是小天主！只见他头戴乌油盔，身披乌女甲，胯下乌坠马，手掌朝天叉。脸似铜铃，面似盆，身高长于十军臣。女孩不怕查凶狠，装马叫做。杀得那尘烟滚滚，天地昏昏，难分难见难决生。后来呢？是女孩心上一计，我加倍下策，那不只是将她紧紧追过，眼看马头连着马蹄，拿着七寸牛耳，趁你在这地儿的拿回挡来。哎呀！是女孩在听风声在响，急忙把头一撇，多多吃罪，反正太才过出我就为谁一才？怎么样？这当的那小天主抛案图凶，此错而逃也。后爷真是好威风，好战士啊！当时马英将官还有诗句言辞称赞女孩，似乎也已称赞于你。天主白天门已用坤送兵，使孩当察回。怎么样？他怕我到死军好。既然小天主四次害怕后爷，那后爷就该两次责任，再杀责任。对。公公，这是孩当年之事，事情呢？事情怎么样？我老了，不能带兵当仗了。你老了？不能带兵当仗了。哎呀，二爷呀，那么魔朝之中还有哪个年轻人可以领兵当仗啊？是啊。这朝中之事嘛，你还谁不知道了？听后爷讲了半天当仗的故事。我这个老口子也当过几个大仗，也来讲给后爷听听了。公公，你也当过仗？当过。什么女孩？谁不知道你？哎呀，你是我朝的老人，讲的是老兵了的故事，我那是新兵了，你当然不知道喽。新兵了。郡王啊？我朝之中还有新兵了之事。
有性病了，有性病了。好嘛，那你就讲嘛。你听嘛。恨了芳心病，欲挽安君。杨罗郎夺杀三关女义军，老夫一两走遍地。啊，公公，你还当过一两个？当过。什么女孩从来就没有听人说过？你是我朝的老人，怎么会听人说起呢？公公，巧逢两军真交阵，进了你家杀勇啊！杀得我宋兵乱纷纷，乱纷纷。哦，这一仗我们宋军是当牌了。当牌了，当牌了又怎么样？何然？宋国军后兵选出了一员女将，只见她头戴凤子盔，身穿蓝衣甲，胯下桃花马，手提修龙刀。公公，这一女将她是谁呀？你不要当差听我说下去嘛！这个女将已经小天主生日凶啊，先吃了一惊。公公，怎么这新平了也有小天主啊？小天主乃是辽邦的名将，怎么能少得了他呢？你不要当差听我说下去吗？在战场上杀了数十个为客，我军女将难以取胜，他勒着马头便跑，小天主便紧紧追过，眼看马头连着马尾，小天主便取出远束女队，在我女将军背后挡来。哎呀！啥事是哪时快？我军女将躲避不及，被他挡得饱温吐血，落荒而逃。公公，这一女将她究竟是谁呀？还有哪个？就是后爷你呀！是你。哎，公公，上前方平了之时，是女孩在当小天主啊？是我亲眼看见小天主在当你呢。分明是我他才过水，当得那小天主报案吐血，刺闯而逃，怎么说是他在当我？公公，你老了。一定是看错了。没有错，没有错，我还亲眼看见你挨了打，还在眼泪鼻涕的，哎呦呦呦，连宋英都不好意思回了。哎呀呀呀，我还在眼泪鼻涕的了，宋英都不好意思回吗？哎呀，公公，你这样讲哪有个肯行嘛？不行，当时莫因将日我有司机也是讥讽于你，以后也是讥讽于我。特别倾听天作白天门，你有昆宋兵，自从他当你怎么样？你怕他倒是惊哦。好气！怒按胸腔横三层，开公公你避免笑死我归隐。啥不行再看我一插脚臂。你话快去问那小天主。儿在看林用兵，公子便听王去王，快保嘴瓜儿帅你。我上那小天主，我死不为君。莫归隐结义。谁破元帅营，我气色难平。此番洪罪，请我听罢天主起。公公，请啊！听我做什么啊？请与我一同去行
元帅您那小天主啊，当然是你手下的败将不做人。我中了他的就这样子计了。公公，郡王，乖儿，你说到并不取名啊你。那也不才天不负算条将领，老太君下官这厢有礼了。不便万里。太君夫人，我们奉了双旨意，前来同太君夫人商谈点帅之事。嗨，你们就是奉了旨意，我这里也负有将才嘛。No，我贵人就是一个大大的将才，他已经接应了。做我严君啊，送往他亲信王亲一贯执掌以后，何必让我杨家有去出征呢？太君夫人，那王亲这是缺些救火，岂是将帅之才？方太君夫人以国事为重啊！正是以国事为重，才死了我多少杨家儿啦！可是到头来，只换得一张确凿的霓虹之书。此事难怪太君万岁，老臣也有些担心啊。太君夫人，所望此转以下决心，请太君夫人放心。严君，你愿做担保？请君愿做担保。好，是此，这就依老臣两件大事。请讲。此番将士们在沙场上约束分转之时，朝廷再不得下旨以后，倘若送往他听信谗言，我归因何事？将才外，军民有所不受。一概是此。这儿呢？几次征战，我杨家都因粮草不济，才还原疆场。是今王亲严管兵部，倘若又是口是粮草不发，我归因儿总有天大的本领，也难以引军作战呐。那太君夫人的意思是？我要亲自为归因夺运粮草。做也只能是此事了，老太君夫人了啊！严君啊，这将才外，军民有所不成。一言为停。一言为停。好，归因何做天父父教育儿一直他令，愿我儿为国家在立死训。此去解决洪罪身，不必还当年破天门。你今虽挂元帅印，也引兵不成虚精神，拼力军兵有责为复国图我民，但愿儿旗开
得胜，开贤归天不负把瓦言，祖母为儿把骨红情。谢祖母。好啦，军情谨记，说到疆场点兵遵命。宋侯爷。严中天官，老臣我还有一事啊，请讲。要为桂英儿献一个能征官尊所献的新的仙银冠。哎呀，这样的仙银冠到哪里去找啊？天官啊，桂英儿初次挂帅，这个仙银冠一定要写好啊！夫人放心，我一定接他过合心儿一的仙银冠。好。严中天官，老臣要为桂英儿准备启程之事，适配了。太君夫人请便。送太君。天官，哎，你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合心合意的仙银冠哦？有一个最最艳人的仙银棺材呀。哪一个？本帅初次点兵，仙银不到。原来元帅将来发兵长仇，仙银披挂不及，还望元帅宽点一马。旗鼓送殿。是。旗鼓送殿。上枪断刀水，登拜龟脸水，济公压梁冠，四人地理冠，万象有仙银不到，仙银不到，用红旗大领调是。算仙银，算仙银。耳听顺仙银，但遵仙银，今愿能下官报仙银告急。仙银今答应，经过元帅村。本帅初次点兵，你因我不到。别家来是望元帅是谁？见了本帅，怎么不扬面呢？有谁不管？是你无罪。是。是他哥哥退下。有所我今日点兵，你怎么手来迟啊？这个哪个？为的是要去别家嘛。别家？你别的什么家？别的就是你呀。别我？哎呀，杨少爷，我做了元帅，难道你都不知道吗？就是不知道嘛。不知道吗？也该问问家里的人呐。我去问哪个呀？我刚接了先锋营，你那崔军哥就东
咚咚地敲了起来，我连披挂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去问什么？这样说来，倒是我的错。当然是你的错。你既要去帅印，就该与我商量一下，这才是你的道理。哎呀，我们夫妻面对面见，你叫我到哪里去找你商量啊？这次去往与亏公公国府演讲，洪水被困失去，这不及早招兵，只怕要无军国大事。这个我必然明白。杨少爷明白甚好。你这是金挂帅，可是小天主他？小天主怎样？他是我手下的败将，难道我还怕他不成？此番的小天主可不比前番的小天主。金色的穆桂英也比不得黄色的穆桂英。你不要太自夸了，你里面也太胆小了。我杨宗保岂是那胆小之臣？我穆桂英是有私心之心。你呀，你接这个帅印，我实在的替你担心哦。我胸有成竹，你为我担心何来？我受你父你帅印，可惜不是同帅之才。此番前往洪水，一旦义务军纪，岂不是颠入了我杨家昔日的威名？什么？我还不配当元帅，怕颠入你杨家昔日的威名。杨少爷，你未免也太小量神了。我就是两得兄弟，我说你就是两不是，两得兄弟，两不是，两得兄弟，两不是。其实天门阵，我也是怎样把它破了的呢？这个哪个？掀翻踏破天门阵，乃是我父宝条前有方。你不过是一日娇艳过身，这哪能算得是你的才子哦？什么？你量我无才？今日去往与亏公公，为何要挂我为帅？你没有挂你为帅你？只不过是你的运气好。你这个元帅，难道能胜得过我这个老县尹不成吗？胜不胜得过你？到两军阵前再看分晓。困与不困，总之我不能随你名下失察。你哼！哎呀，巨王啊巨王，你去挂了孩儿的元帅，谁不该挂他的县印？我们夫妻相称，你叫我怎样的迎宾哦？巨王啊巨王，你既要点孩儿的县印，就不该夸他的元帅，让我听他的调遣，真叫人难受哦。县印官，莫元帅，好，此情令我都起了人心，这个那个暂不抵挡，万事请啊！请来这臣啊！请来与本帅共议军情，我们也好领兵出征。这军情大事，莫元帅用手大略，你自己做主张好了。怎么？我请你军情，你都不去？看他这样儿，也太狂妄失他了。要生他一意不应，岂不有违我引军将令？我倒要接他一个厉害。县印官，莫元帅，你的架子可不要对得太高了。我是泰山的架子，又对又高你的嘴巴可不要那样昂长。我是霸王的弓，又辣又昂。你这个架子可
负有声，差得了不？我得的一困呐！这营中要藏我家子的人，恐怕还没有出事呢。旗鼓三贼。王力不说，贴身引去，旗鼓送传。胜了，真了！报县营告急，上日元帅，下日县营，县营经过元帅村，跪下！跪！好嘛，跪就跪嘛！县营听令，有令！县营开路！得令！走嘞！你岂为元帅？你送我把兵牌，司机做自在，何必愤怒来？此去杀传败，天下喜事在。杨家威名谁不胜不归？来！他虽有将心，倒有杀之之勇，胜日之志。领下有他军不分岁月，设法红之是。用那小天作神之叫声，与我擂鼓出兵。我顺开了。你到哪里去了？此人与那小天主设置交转去了。哟，看县营官自告气昂的，像是把小天主惊吓了。来呀，把小天主绑上来。慢来，哪有这样容易？
就把小天主先拿下了我。这样说来，你是当牌了？我这个老县英语人哪里当过好多牌仗？既没有牌，又没有生，那两家起何了？两家几位兄弟哪有你何之理？那你是怎样回来的？我元帅，你想想，小天主带的神马多，我带的神马少，他们是个几个把个几路，你闹闹就把我这个县营官去送回来了。这样说来，你是当牌了？送回来的。我来问你，你私战出兵可有本帅的将领？你往这营军路上，我到哪里去讨将领我？他的营军路上剩下令，不曾顺子去交兵，满身死去当败阵，总算是怎么样？人君发言，当要本战役。什么？你要战？我不是为所举的兵，我不是团攻上为功臣，敌军讨准听得神。我元帅，你参不了我这个老县令。他世世亲自我归隐，与那个县营官是此交恨。将子的立为军民，我无军击乱出兵，叫声来。将县营困太残人们元帅立正出兵，先战县营，只怕与军不利，还望元帅开恩。元帅立正出兵，先战县营，与军不利，还望元帅开恩。我曾结下台，尊称众位将军亲戚，本帅赵真受事。谢元帅。将县营官放了，将县营官放了。莫桂英，你为何不杀？你为何不战？谅你也不管。死在可杀，我在难免，拖下去，总之死色军棍。元帅。三里屯，我归隐这发，他成了真，万家
两妹与我去同宾。请我元帅下报如贤嘞，年伤痕。元帅，谢迎请元帅年少。你不要冒可老子，假死没用。我会一面看心疼，忘了帅就当不去命。小天头率兵这位高人马，怎能够听令舍人将我去？我侧身水里红将领，我难道为元帅将把公正？去退的反正我死色军魂，才听我莫元帅军纪明。心高气将是他的天性。
并非我小子你如杀敌本领，这一桩关系上，国家存亡和千般生灵。我们大军当到三关口，岂能内算谁出兵？你总算立志要报国仇家恨，并学起你手才双为先盘等。方才这一转，谁是教训？朱朝啊，怎能够千里敌军？你我是夫妻，当知心情。常言道，夫妻和睦家道行。更何况这是与帝国才交成，能做传首先要将帅一心。倘算是你挂帅印，我奉命来做先人。我也是趁你气不听令，难道是你的梦也只顾私情？你想一想，洪州百姓今朝为困，日夜殷勤在盼救兵。我为见天心与我调度，怎能够破得红尘，可敌自身？老祖临时已在叮咛，让我们一鼓作气为人人。你的企图要你单独出城，是怕你遭算往事伤身。此番不必破天门，当君家许谅解我一片苦心，一片苦心。你想，你是我什么人？我又是你什么人？你私下领兵出征，我既怕你误了大事，又怕你吃了亏。我是怎样的担心你，你呀，况你起初挂帅，当你违心，我违心，你怎能要渡三军？想不到你偏偏神心神心，难为我倒是你不是外甥。你想，你这样对我，对呀
我就不许多人。你思一思，想一想，错在何处？我也。地府官的羞愧难当，悔莫及。愿中报傲慢自大，太神心。我不该把将帅名分当夫妻心，我不该违反君的誓词的。杀上决胜靠天率领，军营纪严明，这公司上马当自分成，该当该放该从今愿在张家兵塔里，心莫渴望
大宋皇帝诏曰：亲奏捷报，真心诚喜。有道是穷寇莫贼，实莫归因立即班师回朝，亲赐谢恩。元帅，将在外军民有所不顺。将在外军民有所不顺。元帅，元帅。得令。臣子下，升天后莫归应节旨。大宋皇帝诏曰：外请出使周节，实为劳苦功高，但遍地风华，为落林为常。今得兵部侍郎王钦为义务使，预料过一定梦也永修无好。臣外请即日班师回朝，请赐谢恩。升天恩，节旨呢？
王大人，你身为兵部之官，这个活是给你的吗？王亲，我杨家当了省长，为什么我要义务？你是哎呀，这是圣上的旨意，下官这是奉旨。元帅，杨信凤以我兵犯御罪。这里啊！穆桂英，你尽管抗旨。出征。圣旨下，圣天后穆桂英接旨。大宋皇帝诏曰：朕数次下诏，赵某爱卿办事，至今未见一兵一卒犯禁，朝衙内外谣言纷纭，道爱卿有不臣之心。走吧。朕素知杨家门门忠良，从未有司公倨傲之人。请凭了公告，朕自当奉上。放请节之后立即办事，一并要准，请赐谢恩。家境落得个半年的水命，江沙浪平时准，问少廷龙卷眉，宋王爷不惜前途遭人帮，十里8年不是谁，今日里沙上生兵苦苦运用，去眼睁睁把老尊击负东陵，我杨家才被将心凋零为人伤，却落得个扯淡忠心。凡尘世，老祖母，哇！公公，可记得边关高见朝廷臣。见我把帅应死，杨家将不为功名不为利，谈着去江山一统结果。家
把民众二把五，特种人间断了头，三把五骂他死死成一将，四把五流落番邦因心血，五把五换退了心扉失空门，七叔五被盘红乱箭，报死催把叔在玉门关键代表上，老林公兵乱两地碰死在李林北京一名虚。我杨家把房子一马城，我夫妻才尊长，不曾性命对得开，杨家将哥哥鲜血洒长流，掐不了落得过团你的财命为何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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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应重报。你们哪里知道？要不是你寇老公公以身家性命担保，今生哪里还有你们说话的地方？老太君，寇公公。我杨家为抗击两邦，顺风烟云16州，以死伤太心。从今以后，杀父力在保养上帝。儿啦，这大印请老天官代为交还少爷。祖母，我杨家秀子高老万下，老太君。夫人，此有病色，前去公在岁月平。
边关告捷。即在交上比武大帅，救援边关。我不关心，那双肌肤换辫子，牧羊家何必再去分草针？去了天家一身轻，记下了转去万路里。倒不是雨淋天落天冷。回来了，回来了！祖母命你们兄妹进京，团听的朝中之事，事后。娘，你问朝中大事吗？这里。公孙坚已经不得已，公孙坚已经不得已。南边人，娘，这是真的虎头金印，是真的虎头金印，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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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红赤城，统帅营是听得当年转鼓声，统帅营与成绩。千军万马杀天城，
帅印不得过，一枪一血化灰尘，今生与朋则忘记。我是今是喜是悲是恨，我难辨于真。儿啊，这虎的精英你是从哪里来的？娘，老祖母我们今天团聚，念经恨满天里，女郎纷纷，色了帮于心里，看我边境，望女子比我先辈得帅印，想当年一方你与我亲起来，哎，娘，明年团丝到天津，才叫你教场去把是非生，你到皮斯。为家万讨元帅印，你是崔官年纪小，才替你挂帅去领兵，一家用菜。叫杨辉快把奴才困，快与我把这奴才困了。哎呀，少夫人啊，此经我是困不知小少爷了。哪来？哪来呀？奴才，你刀劈亡人，他来了糟蹋帅印，这还了得？太为娘将你帮上天去，万一
青菜。娘，我下次不管了，你放了我吧。娘，我下次不管。娘。为娘不困你了。娘，你真的不困我了？娘，你骗我！为娘真的不困你了，快来拜鼓算银，我们才好一同领兵出征。我呈上来。千岁爷不允。唱戏梦常年烟云上地风，有几个村家很银溪灯我杨家夫妻忠良和江门有称孝顺他一句他来元帅印，从今儿沙上就是我杨家军，风光金花到府前名气那谁将路过是和你娘亲去祖不空，风光金花，风光恨啦！太君太君。
去了郊忙二将领，风光雪年纪小，苍苍桑桑，我不放心。你是忠报风光兄妹年月，那忠报当年不也是一个少年儿郎吗？哎呀，祖母，风光兄妹正与忠报当年相比，再生我养家八王，这留下这一脉单传呐！老太君，老太君啊！启禀老太君，白银王寇天官亲自到武洞下圣旨来了。严兄，天王，杨辉啊，打开正门，出进。打开正门，有请白银王寇天官。老太君，老太君啊，太君去我，乖儿，真好啊，真好。黑公公，升天了啊！老太君呐，这20年的岁月，真是难为你与升天后了。好了好了，来，说王有圣旨在此，请来接旨。哎，严兄啊，这圣旨们，我托也罢。走。帅印在此，请去往与柯公公代为便记，免称送我。哎呀，婉儿啊，你可是一向以国事为重的呀？婆你自称怎款随他为国风雨？说王已经悔悟，在这道圣旨中，他生死责备你。去王，儿从下家归田这20余年来，总为这夸雕案，儿终于报国之心，也义务报国自立了。升天儿，这就不对了。严君和老夫也是互动境界，就闻听得私下里传颂纷纷。传颂什么？传颂天不负，报道不牢。杨家将牢记福利，自在千里哟。这是后东父老的一番美意。岂是后东父老一番美意，也是天下百姓们一片希望。家为国，你们
上进草林，到夜来就像冰疏通，老门子升天真英勇，不必可是燕山东。这不过是他前岁月而已。自从边关传烽火，两夫跟山贼早相拥。后东的出河边早相拥草猎，为的是保护家乡。父老门是老太君，亲自多操不是老，升天你是神机体，心照用，多少你不愿擦掌的从容，一生领下把兵像清新燕国说，这是他们想当传儿。像清新燕国说，那天下的老百姓呢？老百姓，神天，你可知道那天文光兄妹在桥上比武得亏的心境吗？那天比武的说，小兄妹马上得亏，这是下浑身震泪，都只为有见杨家出江贼哦。昨夜纷纷惊人亡，团结真是杨文广，少衙内王都放下了心，都只为忠义的杨家将又把帅印章圣天，你更不知道，也就老夫向后东过来，一路上百姓们盼望杨家东山再起的心情啊！他们知道也就老夫前来活动，从今日开始，武力一战，实力一定，他们父老爷爷想出做鬼与道吧。百姓们这般口水，一定要严军和老夫把杨家将请出帅来。他们是侵犯百姓的生死安危，检举生前留你的身上了啊！升天啊！你不念老君王本不前，你不念我老君尊神心里，你须念天下百姓看明前，你须念大好山周为君。家兴亡替负这升天的王，你身为大将难死去，升天，你再带人看一看夜华太君，还给我这个老坑尊。
发发苍苍，一抹烟，汉子愿烟用归还，才生前
袍披长城，帅自己对他莫自显威风。莫桂英不测3岁小长皮肤疼帅印，我的儿也马3件才得真，我的小女儿她的天发高，全才青面落才成，那黄人一句言气不分。他要与我儿人顾家珍，为啥3个兵良臣，他是一刀劈死小王人。老君王在教场把我儿来分，我的儿莫红不是看图真恩情。他说到杨林谷本是他先称，他是忠孝的儿子，严谨的神，他遇过曾祖楚太君，莫归因我本是儿的娘亲。老君王听说他是杨家人，不家才反击着元帅营，楚太君他为国要轻重，命我挂帅去平车城，我们一不为官，二不为官，为的是大宋江参与总理兵，叫那满朝人物看一看，才是治国报朝臣。莫非因53岁不磨老，不必他人不为情把教场进，本帅将领记在心，此番去到两军城，为元帅而献命，代表刺痛亲兄弟，听儿军令杀客人，叫你转你去转，不叫你转你去不应娘。真诚诚
难点了你心。英军当仗这薄情，为父我当年也叫为心，曾爱过你娘40句棍，倘若犯了元帅令，本里年称不用尽，两军人民去献本领，玻璃大功你莫为意。今日里要把恩忘平，也不枉我当年我老为民。为得来再把老爷请，为妻有话你且听。你不是山中洞的洋葱包，我不是普天门的莫氏归隐。听你愁闷去赴古城，我们老夫老妻要拼马赢。兵马赢把边疆领，老来长子有灵。今日里老亲平得小心灵，是啥你心谁言为是强强一棍，为是剑剑伤人。如梦弓马，雕弓马，岂不可一招好把戏？听我命来，我一上，不听命令，战不用情。你这个元帅，难道能胜得过我这个老县尹不成吗？呵呵，胜不胜得过你，到两军阵前再看分晓。困与不困，总之我不能随你名下失察。你哼！
郡王，你既挂了孩儿的元帅，就不该挂他的仙印。我们夫妻相称，你叫我怎样的引兵哦？郡王啊，郡王，你既要点孩儿的仙印，就不该挂他的元帅，让我听他的调遣，哎，真叫人难受哦。仙印官，莫元帅。好，此今你我都起了人心，这个那个暂不抵挡，万事请啊！请来则成啊！请来与本帅共议军情，我们也好领兵出征。这军情大事，莫元帅用手大略，你自己做主掌好了。怎么？我请你军情，你都不去？看他这样儿，也太狂妄死他了。要生他一意不应，岂不有违我引军将令？我倒要接他一个厉害。先引过，莫元帅，你的架子可不要对得太高了。我是泰山的架子，又对又高你的嘴巴可不要那样昂长。我是霸王的弓，又拉又昂。你这个架子，苦腹有声，差得了不？我得的一捆呐！这营中要藏我架子的人，恐怕还没有出事呢。旗鼓三贼。王力不说，替身引去，旗鼓送传。胜了，真了！报先引告急，上日元帅，下日先引，先引经过元帅村，跪下！跪！好嘛，跪就跪嘛！先引听令，有令！先引开路，得令！走嘞！你岂为元帅？你送我把兵牌，时机作自在，何必愤怒来？此去杀传败，天下喜事在。杨家威名在不胜不归，来！他虽有将心，倒有杀之之勇，胜日之子。领下有他军不分岁月，设法红之是。岂用那小天作神之叫声，与我擂鼓出兵！我顺开了。
启禀元帅，县营官回来了。县营官，元帅这吩咐你快进去吧。你要小心了。村军元帅，你到哪里去了？此人与那小天主设置交转去了。哟，看县营官自高气昂的，像是把小天主惊吓了。来呀，把小天主绑上来。慢来慢来，哪有这样容易就把小天主先拿下了我？这样说来，你是当牌了？我这个老县营有人哪里当过好多排长？既没有牌，又没有身，那两家去何了？两家既为兄弟，哪有你何之理？那你是怎样回来的？我元帅，你想想，小天主带的人马多，我带的人马少，他们是个结果不过结路，你闹闹就把我这个县营官去送回来了。这样说来，你是当牌了？送回来的。我来问你，你私战出兵可有本帅的将领？你往这营军路上，我到哪里去讨将领哦？他的营军路上曾下令，不准孙子去交兵，满身死去当百人，总算是怎么样？人君发言，当要本战役。什么？你要战？我不是为所举的兵，我不是团攻上为功臣，敌军讨准听得神。我元帅，你参谋了我这个老县营。他此亲自我归营，与那个县营官是此交恨，将子的立为军民，我无军击乱策兵，叫声来。将县营困太残营门元帅立正发兵，先战县营，只怕与军不利，万望元帅开恩。元帅，以正策兵，先战先行，与军不利，万望元帅开恩。我曾结下的尊称心，众位将军亲戚，本帅早征受死。谢元帅。将县营官放了，将县营官放了。莫桂英，你为何不杀？你为何不战？两你也不管。死在可杀，我在难免，拖下去，总之死杀军棍。元帅。
他成了真，还想美云我去通别。此从为本地为本地经，为去红烛我愿听啊
总榜，总榜，洪州怎么样了？总部辽邦挑衅，犯兵器，小天祖策反大军，围困洪州城。那李元帅是应该调集10家重兵啊！祖母，李元帅调集10家重兵，李神真乃指着强者元日南退敌军。为知洪水村内急，李元帅命中报，匹马单枪得从人，宝山千里必要渡，就一见人不提起，兵不陈仓高级标。快！可是那兵部尚是王庆，那王庆。那王庆荒木流长，困损身，而动他是共面的计。宋王爷真假？宋王爷有欲不惧，担心赋予挂帅神。看来宋王他又想割地求和那了。王庆真是立志你活了。总榜，你快去请白阎王口天官杀功，催促宋王立即发兵。是。总榜，这一口帅印啊，千万不能落到王庆的手中。孙儿遵命。不对呀，想着文朝吩咐之中，这口帅印不落王庆之手，定算又落到我杨家一起帅印。娘家是来抗了兵，怕虎堂从来是高远经营，为佛烟云石落走。多少场恶作，我妻子把火拼杀沙场，死伤尽，将士的鲜血流成红，恰我来你何早树下天庭。恨宋王怒杀太夫人，亲信王庆这卖公策，今日里边官
借机变元帅，我岂能从他复仇？记者可元帅意。那一股才天不服，传条将领。老太君下官这厢有礼了。不便万里。太君夫人，我们奉了双旨意，前来同太君夫人商谈点帅之事。嗨，你们就是奉了旨意，我这里也负有奖财嘛。No，我贵人就是一个大大的奖财，他已经结印了。做我严君啊，送往他亲信王亲一贯执掌以后，何必让我杨家有去出征呢？太君夫人，那王亲这是缺些救火，岂是将帅之才？方太君夫人以国事为重啊！正是以国事为重，才死了我多少杨家儿啦！可是到头来，只换得一张确凿的霓虹之书。此事难怪太君万岁，老臣也有些担心了。太君夫人，所望此转以下决心，请太君夫人放心。严君，你愿做担保？请君，愿做担保。好，是此，这就依老臣两件大事。请讲。此番将士们在沙场上约修分转之时，朝廷再不得下旨议后，倘是送往他听信谗言，我归因何事？将才外，军民有所不受。一概是此。这儿呢？几次征战，我杨家都因粮草不济，才还原疆场。是今王亲严管兵部，倘是又是口是粮草不发，我归因儿总有天大的本领，也难以引军作战呐。那太君夫人的意思是？我要亲自为贵人夺运粮草。做也只能是此事了，老太君夫人了啊！严君啊，这将才外，军民有所不成。一言为停。一言为停。好，贵人做我天父父教育儿一直他令，愿我儿为国家在立死训。此去解决洪罪神，不必还当年破天门。
你今身挂元帅印，你引兵不成须进城，拼为军兵，有责为复国图安莫名。但愿儿旗开得胜，开贤归天不负把华严，祖母为儿把国红旗。谢祖母。儿啦，军情谨记，说到疆场点兵遵命。宋侯爷。严中天官，老臣我还有一事啊，请讲。要为桂英儿献一个能征官尊所献的新的仙银冠。哎呀，这样的仙银冠到哪里去找啊？天官啊，桂英儿初次挂帅，这个仙银冠一定要写好啊！夫人放心，我一定接他过合心儿意的仙银冠。好。严中天官，老臣要为桂英儿准备启程之事，失陪了。太君夫人请便。送太君。天官，哎，你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合心合意的仙银冠哦？有一个最最艳人的仙银冠才呀。哪一个？哦，哈哈哈！本帅初次点兵，仙银不到。原来元帅将来发兵长筹，仙银披挂不及，还望元帅宽点一马。旗鼓送殿是。旗鼓送殿。上枪端刀水，登拜龟脸水，济公压两冠，四人地利冠，万象有仙银，不到仙银，用红旗大令调是。算仙银，算仙银。耳听顺仙银，但尊仙银，愿能下报仙银告急。仙银进大营，经过元帅村。本帅初次点兵，你引我不到。别家来是望元帅是谁？见了本帅，怎么不扬面呢？有谁不管？是你无人。是他哥哥退下。有谁？哎，我今日点兵，你怎么手来迟啊？
这个哪个？为的是要去别家嘛。别家？你别的什么家？别的就是你呀。别我？哎呀，杨少爷，我做了元帅，难道你都不知道吗？就是不知道嘛。不知道嘛，也该问问家里的人呐。我去问哪个呀？我刚进了先锋营，你那崔军哥就咚咚咚地敲了起来，我连披挂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去问什么？这样说来，倒是我的错。当然是你的错。你既要去率营，就该与我商量一下，这才是你的道理。哎呀，我们夫妻面对面见，你叫我到哪里去找你商量啊？这次去往与奎公公国府演讲，洪水被困失去，这不及早招兵，只怕要无军国大事。这个我必能明白。杨少爷明白甚好。哎，你这是金挂帅，可是小天主他？小天主怎样？他是我手下的败将，难道我还怕他不成？哎，此番的小天主可不比先番的小天主。今日的穆桂英也比不得往日的穆桂英。你不要太自夸了，你里面也太胆小了。我杨宗保岂是那胆小之臣？我穆桂英是有私心之心。你呀，你接这个帅印，我实在的替你担心哦。我胸有成竹，你为我担心何来？我受你父你率进，可惜不是统帅之才。此番前往洪水，一旦义务军纪，岂不是颠入了我杨家昔日的威名？什么？我还不配当元帅？怕颠入你杨家昔日的威名？杨少爷，你未免也太小量神了。我就是两得兄弟，我说你就是两不是，两得兄弟，两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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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天门阵，我也是怎样把它破了的呢？这个哪个？掀翻打破天门阵，乃是我父保条前有方，你不过是一日娇艳过身，这哪能算得是你的才子哦？什么？你量我无才？今日去往与奎公公，为何要挂我为帅？有没有挂你为帅呢？只不过是你的运气好。小天主车子成凶狠，了当天了十方到边关办下了天门城，将是那高山雨千年里。这个天门阵到底有多么凶险啊？是啊，去望公公倾听，提起此城相上神，奥妙难测对人情，眼睛四方啊。安太平满目实在承恩忠心，ông不明我公推城，两军带来厮杀尽。杀根那中了兵，鬼哭狼嚎奔
小天主的中军宝藏啊！万不曾到达中军宝藏，只见双车一路兵来，挡住了孩儿的马头。是哪一个？对他的小死去，杀气云层。这就是万王小天主啊！真是小天主。只见他头戴乌油盔，身披乌女甲，胯下乌坠马，手掌朝天叉。颜色红绫，面似盘，身高长于十斤称。你还不怕查凶狠，怎么叫做？杀得那尘烟滚滚，天地昏昏，难分难见，难决生。后来呢？后来呢？是女孩心上一计，我加倍下策，那这不只是将她紧紧追过，眼看马头连着马蹄，拿着汽车牛儿车人在这地孩的脑后挡来。哎呀！是女孩在听风声在响，急忙把头一撇，不够吃菜，但是他才过出我就为手一踩。怎么样？这当的那小天主爬岸吐血，吃错而逃也。后爷真是好威风，好战士啊！当时马英将官还有诗句言辞称赞女孩，似乎也已称赞于你。天主拜天门已用坤送兵，使孩当场回。怎么样？他怕我到死军好！既然小天主四次害怕后爷，那后爷就该两次责任，再杀责任。对。公公，这是孩当年之事，事情呢？事情怎么样？我老了，不能带兵当长了。你老了？不能带兵当长了。哎呀，二爷呀，那么我朝之中还有哪个年轻人可以领兵当长啊？是啊。这朝中之事嘛，你还谁不知道了？唉，听后爷讲了半天当仗的故事。我这个老口子也当过几个大仗，也来讲给后爷听听了。公公，你也当过仗？当过。什么女孩？谁不知道你？哎呀，你是我朝的老人，讲的是老兵了的故事，我那是新兵了，你当然不知道喽。新兵了。齐王啊，我朝之中还有新兵了之事。有新兵了，有新兵了。好嘛，那你就讲嘛。你听嘛。成了帮新兵1万军，杨罗郎夺杀3关女义军，老夫一两走遍地。公公，你还当过1、2关？当过。什么女孩从来就没有听人说过？你是我朝的老人，怎么会听人说起呢？公公，巧逢两军真交阵，进了你一将使用啊！杀
得我宋兵乱纷纷，乱纷纷。哦，这一仗我们宋军是当牌了。当牌了，当牌了又怎么样？何然？宋国军后营选出了一员女将，只见她头戴凤子盔，身穿蓝衣甲，胯下桃花马，手提修龙刀。公公，这一女将她是谁呀？你不要当差请我说下去嘛！这个女将已经小天主生日凶啊，先吃了一惊。公公，怎么这新平了也有小天主啊？小天主乃是辽邦的名将，怎么能少得了他呢？你不要当差请我说下去吗？谁做让他杀了数十个为客，我军女将难以取胜，他勒着马头便跑，小天主便紧紧追过，一捆马头连着马尾，小天主便取出远处女队，在我女将军背后挡来。哎呀！啥事那是快，我军女将躲避不及，被他挡得饱温吐血，落荒而逃。公公，这一女将她究竟是谁呀？还有哪个？就是后爷你呀！是你。哎，公公，上前方平了之时，是女孩在当小天主啊？是我亲眼看见小天主在当你呢。分明是我他才过水，当得那小天主饱恩吐血，吃闯而逃，怎么说是他在当我？公公，你老了。一定是看错了。没有错，没有错，我还亲眼看见你挨了打，还在眼泪鼻涕的，哎呦呦呦，连宋英都不好意思为了。哎呀呀呀，我还在眼泪鼻涕的，连宋英都不好意思为吗？哎呀，公公，你这样讲，哪有个肯信嘛？不行，当时莫因将士还有司机也是讥讽于你，以后也是讥讽于我。特别倾听天作白天门，你有昆宋兵，自从他当你怎么样？你怕他倒是惊哦。好气！怒乱胸腔横生开公公你避免小事归隐，小百姓在看我一场交臂。话快去问那小天主。儿在看林用兵，公子便听王去王，快保嘴瓜儿帅你。我是那小天主，我是不为君。穆桂英接应。谁破元帅营，我气色难平，四方红嘴去我听罢天走起。公公，请啊！请我做什么啊？请我一同去西征，看一看岁数岁银。升天后已经结果这元帅令，那小天主啊，当然是你手下的败将，我做人。我中了他的就这样子计了，公公，郡王，乖儿，你说到并不取名啊你。
禀太君夫人，白银王口天官到。哦，他们二位姑孙来了。向日到我天伯府点水来了。杨辉呀，宋王他们有立准的决心，我天伯府真有他随意点帅。是不能让他们随意点水呀。杨辉，你就是我在交上练兵，不得眼空，请严军天官多多担待。是。白银王口天官请。若见可见那冤那兵，已经神色真帅印。杨辉，老太君吗？启禀严军天官，太君夫人在轿上练兵，不得眼空。万请严军天官多多担待呀！天官啊，太君夫人不知你我先来点帅的。杨辉说请太君。也就，既然太君夫人在轿上点兵，我们何不先去看看操练严城？哎呀，天官啊，你要看杨府练兵，却得下为这看，是尽军情禁忌呀！严就啊。看了练兵，才能选帅才好。哦，杨辉，带路。关顾身份而辩证。今交上见千军战马自勇奔，大上的将领咕咕叫，那一个红袍女将更威风凛凛。好一员女将，好一员女将哦！老天官，你可知他是哪一个？你们两家原是内亲，怎么反倒问起老臣来了啊？是哪一个啊？他就是
打破天门的魔鬼印，魔鬼印，魔鬼印，当年勇破天门城，我灭到了解红州的挂帅呀！神，杨辉，说清太君夫人是那小天主，乃是魔鬼营的手下败将，这一下洪州之围可解了。启禀燕军天官，太君夫人是不解，不解。哎，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啊，太君夫人她是冤愤不平啊。这也难怪。天官啊，事到如今，你我只有昂着脸皮闯了进去。也就，你藏进去了，能舍得准他吗？这，哎呀，杨辉，去请升天的谁来？就是燕君，哦不，就是太君夫人早婚啊！是。对呀，叫魔鬼阴险来接应，那太君夫人就没有话可说了。也就啊，今天这个帅可不好定哦，倒要请教。罢了，婉儿，快来拜过寇公公。寇老公公，一会儿见礼了。也是大礼，这是老人，这是老人。寇公公，哦，婉儿，快说。还在去往公公请见谢说。后爷这个人真是有应付有讲理哟！多赞寇老公公的夸奖。婉儿，你可知救王今日同寇公公的来意吗？你还不知，望去往明告。婉儿啊，恩了邦有心兵，安边境。李元帅的转南生为屠城，忠报为朝美酒酒，因此上特地到天府杨府调遣良将去退调兵。不知此番辽邦与民何甚为帅？神传是那辽邦安皇小天宗。神传是那小天宗。哼，小天宗这个番将真是小有福的，像林元帅这样好的武艺，也被他围困在洪州城下。看来我大宋朝是无有能人，是他的接受了哦。小天宗，我把你杀不死的反侧。背信弃义有道。
真是言是女，他在讲什么啊？想着外儿才想当年勇破天门城之事吧。天门人也掌握转我道听途说，就是没有听侯爷亲口讲过。今天不妨请我们讲讲了。哎呀，天官呐，天官呐，我们要谈政事，你怎么谈起言事来解决啊？正是要谈言事，才办得了正事。啊，外儿，寇公公要听，你就讲讲啦。要儿讲啊，那就请求王公公赐菜。是的，什么菜？像你儿乃是武将，恐将他高兴之次，免不了要随武走逃，亦恐冒犯了求啊，以开公公。外儿不必拘说，绝望是你满身无才。请讲。这里儿曾把瓦兵去往公公厅，定期平了事，分在单转计。外儿。属下讲，属下讲。